盤明教會喺2009年成立。Milky 與丈夫阿 Paul 多年喺盤明阿卡村透過教育傳福音俾學生同埋家長，並為咗一啲有需要嘅青少年提供住宿、照顧同埋牧養。盤明華校同埋盤禧語文中心而家有12位老師同埋180位學生，當中主要教授華語、聖經、英文同埋電腦班，讓孩童喺一個優質教育下快樂成長。本着教養孩童一生都不偏離主嘅真道去牧養教導，盼望你能繼續支持盤明盤禧事工，同埋一起參與呢一份咁有意義嘅服事。大使命係上帝頒布俾每個基督徒，為要使萬民作主嘅門徒。感恩喺過去嗰半年裏面，分別有來自澳洲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同埋香港唔同嘅短宣隊，同埋以個人體驗參與呢度嘅服事。過去的半年內，我最難忘的是我能夠參與盤禧語文中心的感恩典禮，以及3月份連同短宣隊參加盤明的畢業典禮。過去2年，神感動我來到盤明參與不同的服事。去年12月份的時候，我教會的弟兄姐妹來到盤明短宣，和我一同體驗神的工作。Hello， 今日好開心咧，邀請咗一位由香港嚟嘅一位嘅年青人，佢係阿 Alvin， 不如你簡單介紹下你自己啊。大家好啦，我係 Alvin， 咁咧我今年咧就讀緊香港大學嘅護理系啦，而家係 Year 3嘅。咁呢個年頭就嚟到太北呢邊有一個短期嘅服事啦。學習的地